新明之间的国际交流，全台开启樱花奖3定尊龙创全国纪录，首次出桥前往日本横滨参加关帝节，活动圆满结束。樱花奖的3定尊龙返国时，有奖以及交杯竟拢出招前往接驾。来自中部的大甲圣母奖黑舞堂担任先锋官，300多位成员一路陪同，气势非凡。第3定尊龙入标安坐时，也将活动载入上高潮。日本他们就是说老一代害怕说他们中华文化就慢慢被日本下一代就被日本同化了，所以他就过来寻找我们传统的科仪啊，所以他到大陆到最后来台南，就觉得我们台南科仪是最正统的科仪，所以我们在十几年来就一直在帮过去帮他教他们雕钩啦，还是更钩啦、种牙啥的，所以那时候将军会的李宪忠会长。包括阮有做桥过啦，做种牙过，拢是阮送过予伊的。啊，即个因为阮环台时阵又过来阮斗3工，迄个阮到环台徐有时阵又来斗3工，所以阮原底是160多年我要过甲停，因为运气因后3等到就歹，所以阮今年正规模去参即个活动。苗峰表示，这次出访日本，伫尊龙庇佑之下，幸运撇过风台，不仅创下建庙360多人来首次出访日本的纪录，也是全国首次新民出国到日本踅景。虽然每一位成员拢真忝，但看到新民会当伫日本出巡，信将沿途虔诚敬拜，世代传承信仰。虽然过程辛苦，但拢感觉到辛苦真有价值。记者张淑维采访报道。